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到苗栗三义，来到这一家客家餐厅。老板娘张玉秋一家3代从事外汇的工作，她当然练就了一身厨艺好本领。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是慕名而来。之前她开发了新的菜色，还在客家小炒里面加入了番薯，说是去油去咸，口味如何？今天带您尝尝。 苗栗三义木雕街上这一户人家前，蓝白色调仿造的是车站月台。走近一瞧，里头可飘散着客家味。老板娘张玉秋在厨房里忙着，个头虽娇小，但样样难不倒她。因为从外祖母那一代开始从事外汇工作，她从小就在厨房穿梭，也学会了那本领。 一会儿忙着切肉，一会儿处理鱿鱼，还要料理客家小炒，却拿出了一整条的番薯，因为这也是食材之一。每个县政府啊，都想讲，出山安好的番薯，你这都冇用到菜哦，你希望人家就传达俾人家炸，对不对？可以拿去捞个菜煮啊。 从没有看过番薯搭配客家小炒，这热锅炒着猪肉、鱿鱼还有地瓜，搭配着青葱，增添香气。张玉秋透露，地瓜可以去油去咸，这道菜还赢得了客家美食创意料理的冠军。客家小炒给人家感觉是比较油、比较咸，哦，那个加了地瓜之后，他就把那个咸分、油分都把它冲淡了。在以前的话，饭桌一定有这道菜。 忙完这一道，他迫不及待介绍客家传统菜香酥鸭，把青葱、香料和姜片放进穿烫过的鸭子里，再和着酱油、米酒一起卤，每15分钟要翻面一次，油亮色泽，令人垂涎3尺。这还没结束呢，撒上了面粉，下油锅炸，150度的高温伺候，外皮酥脆，香气四溢。 他说：“喜宴上常有这道菜，代表的是丰收，宴客菜肴显得更丰盛、更有面子。作为朋友，作为上海人啊，都吹盘作也好，都点梦食也好，人家吃顿的时间都讲，嗨，请终于吃到人妈妈的菜。那像日本的。” 张玉秋指着墙上这一些访客留言，有美国、芬兰、南非等各地旅客到此一游，他的好手艺让客家菜声名远播。地瓜入小炒，客家味有创意。油炸香酥鸭，富贵菜桌上茶，外汇世家的养分成就硬底子功夫，尽献美味底蕴的感动时刻。